歡迎大家又嚟我 channel。今日咧係呢兩隻陀螺決鬥。今日咧對人嚟講咧，呢個片咧其實咧係好好睇嘅。你介紹下兩隻陀螺先啦。仲有呢隻咧就係最型嗰隻龍。呢隻龍咧就係全世界嗰隻甩色嘅長。係咪叫長龍神劍啊？係。全世界甩色嘅長龍神劍。因為佢全世界都甩色。係。可以甩色嘅陀螺。係啦。呢樣陀螺真係全世界最型嘅陀螺。係我朋友送俾我。你覺得全世界最型係嘛？係。OK，好，另一隻咧。係。咁咧，仲有呢個，呢隻 Ninja 係我知道嘅方法。呢個方法係我喺 YouTube 度見到嘅，所以我先介紹俾大家聽多一次。所以咧。有咩特色啊？係咪攻擊好犀利啊？係，因為咧佢係快過人哋速度。好，咁啊要試下。好勁！即刻嚟試下咯喎！好勁！仲有仲有佢哋兩個係咪好 Q Q 啊？係啊。同你哋講拜拜咯，拜拜！叉條裙，爸爸 ，Let's go 咯！今日有個人亂入。跟住嚟家 Let's go 啦！好 ，Let's go。OK。跟住嚟家嚟啦！3、2、1，走出！3、2、1，走出！原來呢隻好勁啊！記得要入去我嘅 subscribe 你個 channel 係咪啊？係，好啊。